我来关心台中的消息，台中的饭店业者敢进入这个景气的寒冬啊？依照统计，虽然讲为2010年开始，台中饭店的数量为285间增加到399间，创下历史的新高点。不过，敢若今年顶半年，透过网络也是卖出公司伫卖饭店，都有差不多30间。原因就是因为虽然讲这个游览人数增加，不过大部分是咱台湾的本国籍的旅客，拢一天往回，所以讲住房的人就比较较少。那呢，较旧的饭店空房率就将近50%，业者趁无钱，只好卖出。台中最近饭店呢出现了出售潮，大家呢利用各种管道来出售，有些人用网络，有些人用退货房仲，还有人直接在饭店的外面呢挂出了大大的出售看板。根据房仲资料，今年顶半年饭店卖出将近30间。现在台中在卖的饭店，他们的饭店比较久，营运成本也比较高，因为现在饭店的营运比较好，是在24间到30间。新型的饭店有新创意，传统的老饭店我都吸引旅客，空房率将近50%。在观光的人数，虽然中国籍的旅客下降，本国籍的旅客有增加，因此这大美需求减少。就是国内民众占绝大多数啦，然后外籍旅客就是几个主要是日本、韩国、港澳。另外，咧选择饭店的时阵，旅客嘛考虑是不是伫观光景点的附近，若是离上远，就袂考虑。没有说很多啦，可能这边离市区比较远。台中市观光局统计，对2015年到2018年，来台中的旅客人数增加411万人，但是因为饭店的数量嘛，对2010年825间增加到即卖399间，出现着小济抢的情况，趁无钱买这饭店，只好选择卖出。